好。我尝尝你炒的这个，这全程你炒的啊？不错呀，比病房里那个好吃。病房你还不知道做菜的人是谁呢？老王嘛。老王是送菜的。尝一尝这个。我还爱吃虾。吃虾？想参加今年的中考，然后就因为好多知识都忘了，所以说就是自学参加中考。他就是说是初中生能看，高中生能看，大学生能看，工作了能看，退休了还能看，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还蛮实用的，然后就买了。哪怕不参加中考，就是我也打算自学啊什么的，因为他也有很多就是在家自学成才的人呢。我觉得可以和心理咨询师谈一谈，好聊一聊。我喜欢陈觉老师那样的人，就是他说话是一个有分量的人，他能慢慢引导别人，然后让别人自己认知到发生某件事情的原因呀或者什么的，就是他是一个能引导别人就是发现的一个人。我觉得我还是蛮喜欢这方面的，我将来还想从业这方面，或者当心理咨询师，就像是我的那个心理咨询师一样，就是帮助一些青少年的孩子们。